Con này con. Ơi, bên lại thật. Thế à đi tiếp à? Sao là chỉ đó một thảo đây. Dặm bánh là mỗi tháo. Chỉ ca xe kem đi hết tỏ. Kỳ xịt nhân công tiền mà. Các ông tiêu của mua đi đâu à? Bán chẳng hiểu thảo không?根本是間人係跟你喺度，假設人貢獻，從亞服亞計先經講啊，即家70歲，內名80歲，但係你記得咯，即家咩講出世間你出攤喺度，雖然即家計未離開咗世間，還要一計得到永久嘅生命嘛。呀，而人班人能夠得到，前出要嘅路，因為上帝啲時間人先唔到呢生路嚟得，佢嚟到世間，佢40時間。嚟擔食緊人類嘅錯，人類嘅罪俾擔了，自家先然後去做自家嘅救主，自家先得到永久嘅生命嘛，自家得到永久生命，然後自家離開咗世間，自家嘅肉體世間你變hết，你啲狀態，自家嘅靈被帶進天家去，得到永久嘅生命，隔天堂等啲隔上帝橋下嘅啲平安快樂。幸福永久生命，因為而家嘅靈都唔有事吧？永久嘅，係嘛？今日自家世間你喺度，慢慢幾十年，特別咩講幾十年講，自家你係離開世間，就冇生咯，還要生呵自家就去認識到主耶穌，因為耶穌做了七本人類德，實際上自家嚟曬先人嘅啥？得到呢永久嘅生命。睇下嘅呢一個聖經講啊，《使徒行傳》42節啊，佢講呢一個拯救冇出一隻名號本是看出世間呢啲，在天下呢啲冇一隻名號本是人類得救，在當場在耶穌基督嘅名正號本是得救。意思咧講咩啦？嚟曬相信耶穌基督係嘅救主。係嘅上帝出得到永久嘅生命，然後自家離開咗世間，自家被帶進天家去，所以世間你自家行呢個社會嘅日子，佢天地自家，佢家嘅同齊，不自家平安，不自家健康，不自家快樂，超有意思嘅原料，係咪呢？係用幫相信主耶穌咯。我全錯相信佢啦，因為喺羅馬書第10節用咁講到，在一個心中你相信。一罪你信任你得救，有啲信主就10分規劃唔係難嘛。一個心理相信，一個罪你信任，耶穌死了不是假，你心理相信耶穌死了不是假，3日因後佢焚生自家相信一心理啲，一罪你信任嘅係自家救主，自家出得到永久嘅生命，貴㗎。係因為我而家就大家朋友咧相信主耶穌咧，要永久嘅生命啊！嗬。哎喲，一朋友啊，一牧家人啊，一兄弟啊，一媽啊，攏做自家係介紹佢哋，尋佢哋自家四周圍嘅朋友，自家都係傳播佢哋，在耶穌基督嘅方面，要得到永久嘅生命啊！因為一個聖經講出世間呢啲冇一隻名，要本自家得到了得救，即單詳細耶穌基督嘅名，自家係得到，一在你先人。心理相信，自家就得到。你係自家咧禱告本攏重要要聽啲福音嘅，係得到上帝嘅恩典。你謙卑，你打開心，信任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你相信佢喺十字架死了，擔自家嘅錯，擔自家嘅罪，自家信任佢自家嘅救主，自家嘅上帝，佢做自家天父，自家做佢嘅兒女。你係自家離開咗世間，自家嘅靈不佢再到天家去永久嘅生命，超自家得到了。阿門。